来这个平湖这个渔船去互中国的海警甲压去，是互渔民人心惊惶。平湖渔民讲，过去到金门海峡来掠鱼，掠几十年咯。 家家就是劝导，从来拢毋捌拄过中国强行扣押，所以因今仔日出海拢非常的不安。毛渔民已经转到其他海峡来掠鱼。鱼友准备要出港，这是平湖渔民的日常。即马大浸满88号，互中国海警船硬拖转去，互大家心惊惊。昨天就所有的船都跑光了，哎呀，大家惊都拢走啊。如果有看到对岸的 中国海警，就赶快就网子什么收一收，赶快开走这样。渔民嘛是冒险要出海，当时海上有50只渔船，拢有看到。伫金门海域掠鱼几10吨，硬风压去，这是头一摆。之前也不会像这样强行给你押回来，只是劝离而已。即马这是平湖小港仔贵，要不过中国海警船将渔船压转去，互渔民拢会惊，有人赶紧锁去别位，毋敢伫这个海域去掠。 按台湾拢是伊的啦，金门也是伊的，安就对啦。什么海域伊无去插入啦，尽量是撇开安尼，较自保较安全啦。即摆有安起码是袂爽啊，这个政治因素啊。现在我们有派人过去再跟他们联络了，试着跟他们联络看看。现在情形我也不太清楚了。 船主联络袂到这5个人，嘛唔知讲敢是为了赎金，因为英国有过路费的情形。 渔船啊，行的啊，拢有炸几啊现金讲伊也登船啊，无伫伊个领海内底，为着避免讲惊找麻烦，摕几啊钱疏通，伊就炸完。目前由陆委会渔业署透过管道的协调，我嘛讲人甲船早一天放转来，互家属会当放心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